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17到25节，约翰福音第7章第1到第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时间。昨天我们分享到等候的这个主题，那在后面的英文牧师是这样写 waiting for， 后面点了3个点那就是说要等什么那我用这样的标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在去思考的是，我们要等候的不是只有时间而已，而是指的是什么？是时间的主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约伯那在约伯记的记载当中，第1章到42章第1章是序论后面是结论。那第2章到41章这个当中，他一直在经历思辨，经历一些重新的思考，他也耐心的等候他终于明白42章说的，上帝呢才是真正的那个生命的主人时间的主人。那为什么说他很有耐心呢？因为呢，如果遇到像约伯这么样的困难的人，有许多人就干脆不等了，他们就放弃了最直接他们所引用的理由是什么？还有我碰到这个困难，上帝都不理会我，是上帝对不起我啦，所以再见拜拜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起初也是末了。在启示录的经文，我来把经文读一下。他说：看哪，我必再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13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去城，那个城就是上帝之城，我们之前说过了城外有一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这是记载在启示录22章12到15节。上帝的时间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上帝创造，然后他说他是末了，然后就这样吧，不是。上帝在起初创造跟末后的审判这当中，他无时无刻他一直都存在。我们在看到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的经文记载，我们看到大卫王呢，他得到以色列全国的政权之后呢，非利士人就开始想办法，他们整军，然后就出发要攻打以色列大卫的军队。那我们看到的不同的是，扫罗王跟大卫王的不同。扫罗王认为我是王，所以我什么都自己来，他们就得罪了上帝但是大卫王他的态度却完全的不一样，他这样的求问上帝。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问上帝说：我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使我战胜吗？那上主这样回答：你上去，我一定使你战胜非利士人。非常清楚，我们看到大卫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主权是谁，就是高立大卫的做王的上帝。那大卫他并不是以为说我是一国之君，所以我就骄傲。扫罗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反倒是全然的顺服于上帝的旨意，因此他求问上帝说：我现在可以去吗？你允许我吗？你会让我赢吗？你看谁会这样子来问？谁会来这样问？就是那一些所谓的小孩子问父母亲然后上帝就指示大卫，不要从这里攻打他们，
要绕到他们的后面，靠近杉树林那一边来进攻。你一听到树梢有脚步的声音，立刻进攻，因为我已经走在你前面，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我们看到大卫他领受了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了。到底我们有多大的权柄？我们的能力到底到哪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或是我们要如何来依靠上帝来求主帮助？听到很多人在抱怨目前台湾防疫的这个管制的措施从6月27号以后就直接跳入了这个不准居家隔离的政策，并且规定要一个人一室一个人一户。那很多人就把这个计划干脆就改变了，或是甚至就取消了。原因是因为这个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所谓的花费上面师母跟牧师是7月1号凌晨12点15分从洛杉矶起飞洛杉矶机场起飞之后就回台湾。那我们在上飞机之前，就是开始要登机的时候，我们就大概估计了一下全部的旅客大概不到50人了那这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就是说因为隔离的规定之改变，原本可以居家就是说在自己家里面可以省很多的经费，可是现在必须要花这个住宿费，住在这个防疫旅馆里面。那我们举例来讲，如果一家4口要回来的时候，光是住在防疫旅馆的费用可能就是要超过差不多20万台币那当我们7月2号凌晨大概4点多5点降落在台湾后来就办理入关手续报关等等的。我们又搭这个防疫计程车，大约差不多在9点我们来到了这个旅社。但当我们还没有进入情况的时候呢听说当天的下午的防疫记者会里面就宣布了新的隔离政策这个又紧缩了，就是说7月2号中午12点以后进入台湾入境者必须要接受入境普筛PCR 的筛检，然后在这个其中呢，就是说隔离饭店一半，或是说集中隔离的中心的时候，他就一半就要在做自我的快筛，然后要解隔离之前呢，要再度接受 PCR 的筛检，确定阴性之后才能解隔离，然后进入所谓的自我管理的7天的阶段。我听到就有很多人在怨声载道了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很不公平很麻烦怎样的但是就我们回来之后几天里面一位牧师，在加州的牧师，因为他岳母过世，所以他就随后也回到台湾来了。他就碰到最新最严格的，那加上这个在加州出发之前要检验然后再回去也要再检验，他总共大概要检验个5-6次之多那可是当我们在对话的当中分享的当中，他这样说为了台湾的防疫全力配合。我想这样的态度提醒我们一个主权的问题，时间的控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操之在我，而是在上帝，或是我们说在防疫上面是决策的政府官员手上。也许我们真的要怪的话，可能我们应该要怪那一些无法控制疫情又不愿意谦卑又不愿意求助的地方长官。
尊重上帝的时间，尊重上帝的主权，基本上就是一种谦卑的生命态度。那我们在防疫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哈。当我们人知道，基督徒知道主权在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愿意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那如果今天的病毒，我们把它类比成为这个当时候以色列面对的强大的非利士军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了，病毒跟非利士人来讲，病毒对我们现在，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都是极难对付的对象，因为病毒跟非利士人都是极为强大的敌人。那么我们不能只想要靠自己，必须要学习大卫一样，听从上帝的旨意，遵行防疫中心的规范，然后一起把它做好，不是吗？大卫是如此，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当耶稣周游加利利四处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这样劝他，我们注意听后面的经文哈。他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去犹太吧，好让你的门徒都能看见你所行的。”他说：“人要出名，就不能暗地里做事。你既然能够行这些事情，就该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像这样子的建议，很像现在在防疫中心的记者会当中，记者在问的：专家怎么建议？某个人怎么建议？他的建议的都有问题啊！哈，我们注意看这些人的话，在现代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做法是极为的偏差。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说嘛，说人如果要出名，就不能暗地里做事。这是谦卑还是骄傲？很清楚了哈。他说：“你既然能够行这些事情，就该在世人面前给他表现出来。为什么要表现出来？是要为了自己的名呢？这种建议的简直是瞎子载着瞎子走路哈。这是不正确的劝告跟提醒啊。当我们应当要看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做法以及上帝的荣耀。不要只想到让自己出名啊，想要去掌控某一些事情啊，然后就说了很多的谎话啦，哈，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哈。耶稣基督说：“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却随时都方便。世人不怨恨你们，却憎恨我，因为我不断的指证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自己要过节，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或许我们会问说：“耶稣就讲我的时机啊，跟上帝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时机，耶稣的时间，我们再把一个他说过的教导提醒他说的：“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这个父是上帝，这个子是耶稣，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耶稣在讲我的时机其实是上帝的时间，指的是上帝的时间。在疫情的当下，我们的生命态度应当如何？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得了。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牧师认为，上帝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了解上帝的时间，这是我们的功课之一。